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又搁增加2个本土病例，而且最近本土病例活动轻松，都已经出现伫咧台北地区的大卖场、夜市啊，甚至是大众交通工具啊。行政院有招民进党的立委来参详天然气接收站要做向外海方案，就要行政院也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一个规划。宜兰外执行署事用所4月发生使用者造反拍人事件，事用所说是想要大事化小，移民署正式要求要严办。新闻一开始，做伙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咧今仔日增加6个境外2个本土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这2个本土病例是防疫旅馆的外包工作人员，以及伫咧澳洲确诊的印尼技师因厝内面的人。目前这场群组感染事件已经有26人染病了。包含陆富的群聚事件，佮增加2个本土确诊的个案，是防疫旅馆外包工作人员，佮伫澳洲确诊的华航印尼籍技师做伙大的亲人。指挥中心表示，案号1145是台湾籍40多岁的男性，4月初到4月28期间，除了休困以外，拢伫咧陆富的饭店做工课。28捌有家扫的症状，3早去诊所互医生看，5月初伊采检确诊，也若案号1146，最近无出国。伫印尼籍技师确诊了后，4月21就向科内做居家隔离接触者，嘛有做采检是阴性。不过伊4月30分数小可航航，流鼻水，然后无爽快，伊感觉无介严重就无通报。卫生单位考虑到因兜其他的人拢已经确诊，5月初2佫安排伊做采检，结果确诊。掌握个案的接触者23人，其中20人列为居家隔离，3人列为自我健康监测。足迹我们现在正在疫调中。到目前为止，这波疫情累计已经有26个本土确诊的个案。指挥中心推估，源头应该是外籍技师伫外国防获到，入来台湾伫检疫旅馆隔离的时阵引起的群组感染，所以针对饭店的环境彻底做采检。432件环境检验的结果，全部拢是阴性。总共我们有3波，第一波39件，第二波103件，然后第3波有2天，总共采了432件。那环境的部分，我们大概采的都蛮细的，那每一间房间都有采，好，那都阴性。为着互外籍、甲国际航空机组员，也有航空公司的员工，甲一般居家检疫者会当分流。指挥中心嘛宣布，外籍的机组员，因的防疫旅馆会以1间为原则。国际航空机组员，因的防疫宿舍是由民航局来规划专职防疫旅馆，目前暂定是由陆富的饭店继续来负责。国际航空的机组员入境之后，过去他们都还会是去到公司完成这个工作任务的结束，再到防疫旅馆或回家1人1户的这个居家检疫。那这一块我们请民航局协助2家航空公司，能不能把这一道的程序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做检讨？另外，因为印度新冠疫情持续咧压悬，除了进前公布的台湾籍，甲有居留证的民众入境了后爱集中检疫14天以外，指挥中心嘛佫扩大入境的限制。为5月初4开始，14天内有去过印度的人，也有非台湾籍的人士，一律是暂停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机场防疫旅馆的群组感染，正是继续伫咧逼出来。进前染病的房务主管是传染互伊厝内面3个人，伊染病的查某囝4月26到28这段期间，然后伫咧台北地区有坐公车、坐捷运，甚至有去到大卖场。目前这块所在也拢已经消毒好势啊。本公司将于此刻提早打烊，全面消毒。9号中副店暂停营业，新北市环保局出动消毒车做周边环境消毒。因为日前暗时8点，诺富特饭店确诊防护部女主管的查某囝，第1136例捌到店内底停留半点钟，配合政府相关防疫措施，下晡9号进行闭店作业。4到5点左右，我们应该陆陆续续就可以完成闭店的这一块。今晚会开始进行全面性的消毒。1136例都是1119例60多岁女防务部主管的查某囝。指挥中心公布，4月1日到28天，往返客家公司详细疫调卡车。日落一早7点外坐57公车转坐8节，为定客站到西门站，各转235公车到新市乡站。暗时将近7点，各坐南2号公车为永和中心街口甲捷运西门站。
暗时7点半过到72度 C， 所非健康餐食饭隔工27早起7点40分，各坐5号公车转捷运到西门站了后，各转坐哪2号公车到捷运新社区站，暗时8点北到家乐福中货店买物件，2八早起各坐57号公车转坐捷运，各转坐637号公车，暗时7点37分左右，各坐哪2号公车转262号的公车去永和的大兴街。另外，最近网络传出伊捌去华东旅游，但是拢强调毋是传染期。像什么普悠玛还是哪里的足迹，可那时候他可能连染病都没有，所以还是用指挥中心公布的为准。伊的脚只捌出现永和顶溪捷运站、甲乐华夜市边的餐厅，不止乐华夜市自治会要启动金条管制，控制人数伫1000人以下。附近的永平国小宣布5月7日取消校庆下晡5点了后做消毒作业，今麦开始暂停开放社区民众进入校园。决定要取消这个星期六的校庆的一些庆祝活动，我们就另外择期再来办理。另外一名港大的家属，饭店女主管的后生，1134日疫苗卡只，台北市长柯文哲早起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讲出，伫成功大楼上班。台北市卫生局表示，5月7日已经做周边环境消毒。新品客运北捷甲台铁拢表示，每班车要出车进前，拢会无定时消毒，也要求乘客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染到武汉肺炎的技师甲机场防疫旅馆的确诊员工，伫因验出阳性证前拢是4假期。敢若伫咧台北市就252人去防疫做居家隔离对象。台北市长郭文哲今仔日宣布讲，继续维持旧年的秋冬专案，暂时袂甲防疫阶层提升。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宣布讲，这个防疫要来升级，未来3礼拜的老人用餐改做是包顿去食。疫情阁升悬，初二阁增加4个本土个案，卡掉遍布台北济份公车甲超商。台北市卫生局已经完成消毒，阁展开疫调。台北市伫厝隔离人数达到252人，创下新高。疫情来到真凶，加上5月有母亲节开斋节甲台北灯节，节日真济。台北市政府防疫敢是要全面升级？市府决定维持旧年秋冬专案，暂时无升级。延续去年一直到现在的秋冬专案，那我们严格的监视整个疫情的变化，如果有问题的话，才升高防疫的层级。不可能在前3天跟你说停办，那所以原则上是我们朝着继续举办的方式去准备，但是随时可能跟你停掉。郭文哲强调，目前北市防疫有3阶段，若讲有本土感染不明案例，才会启动后一阶段防疫，呼吁市民挂好喙罨，少来一回维持10连制。华航、诺富特调兵卡鸟也去过新北，新北市长侯友宜下令新北防疫升级，未来3礼拜老人用餐改做炸顿机。新北永和永平国小附近确诊个案去过餐厅，学校宣布拜六停办校庆。侯友宜阁增加防疫，宣布校庆园优惠活动，禁止卖食的物件。不管有没有取消，起码我们一定要做到几点。学校里面在这一段时间，除了要掌控人数以外，所有的园游会有吃的，这个不可以办。新北市防疫升级，除了设来集会采10连制，涉外1000人以上需要保护，卫生局甲消防局核准。公车消毒密度也会每4点钟改做每2点钟消毒一摆。防疫旅馆已经全部检视完，8大场所严格落实挂喙罨，列出伫厝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对象，拢爱完整追踪列管，一个拢袂当漏交，防止疑似社区感染扩散。记者综合报道。华航技师甲机场防疫旅馆的员工去染到武汉肺炎，而且因活动行踪的范围也真宽。地方政府近日开始检收改变啊。桃园市政府是决定讲要救援社区的防疫急速，让大人较会去聚会所在暂停开放2礼拜。另外，讲到台南甲嘉义，因是要求市场甲大卖场停止试食。高雄的部分是伫咧港口甲机场附近设置疫苗站，加强边境的防疫。受技术染疫影响的防疫旅馆诺富特饭店群组感染，确诊人数连续增加。目前桃园疫情风险有2个，1112例70多岁老人捌去舞厅、路边课程等，卡正情况。隔离控的对象都超过200人。桃园市已经提升社区防疫等级。为了提高社区的防疫等级，
那我们今天决定在2周，在5月16号以前，那市民活动中心以及社区关怀据点就暂停开放这个租借跟活动。桃园市长郑文灿要求提悬大众运输消毒密度，卖场挂催暗全市大型活动管制到5月底。因应疫情拓开，加上台湾用要是一日生活圈，不止桃园各县市，拢提升防疫的规格。实联制包括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进来的人一定要有姓名，还有这个联络的方式，好，包括手机等等。户外的大型活动，那只要这个上千人，我们就会采取这个严格的要求戴口罩。另外，台南甲嘉义市也宣布，市场甲卖场这场所禁止试食，店家收到消息也全力配合。即摆袂使试食啦，即摆拢袂使试食。另外，边境搁较注意，高雄市府伫高雄港甲小港机场拢有疫苗注射站。原本顶个月29，2名住的人数加起来才128人，按过疫情拓开，初三2名住的人数拢超过100人，特别是第一线工作人员全部赶紧来住。我们大部分都第一线嘛，工作上当然有需要啦，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吧。大家的危机意识有提高上来，因为在桃园发生的事情，高雄不可能说永远不会发生。个人疫情升悬，加上年假拄结束，各县市唔敢代志，除了宣布防疫措施提悬，也是观光景点这人较侪所在，也看到工作人员夜班啊，宣导挂催暗，就惊正做防疫的空隙。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伫咧泰国姓沈的大商，去互泰国卫生单位通报讲，伊去染着武汉肺炎。这个大商竟然就坐飞机登来到台湾。疫情指挥中心今表示，这个大商初二入境的时阵，讲家己有出现症头，目前也送到病院治疗啊。敢是已经染病，说来上飞机的行为，也就是要经过调查才法度判断的。泰国一个姓沈的大商，初一暗去互泰国北柳府卫生局通报确诊新冠肺炎，煞联络袂到伊的人。对查了后，发现讲伊伫初二坐中央航空 BR212班机登来台湾，入境台湾的时阵已经有发烧，嘛随送去病院治疗。驻泰国代表处知影这件代志了后，甲信息公布伫官方的人面册，呼吁这几天捌甲这个姓沈的大商接触过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坐共班飞轮机的旅客，都要随做采检甲隔离，以防疫情拓开。他在泰国的部分有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或者这个属不属于这个确诊者而登机的部分？那后续的调查会去帮他做厘清。指挥中心强调讲，这个姓沈的大商敢有确诊，敢有违规登机，会做调查查好清楚，嘛会赶紧来处理这个防疫的空棚。我前几天是有泰国有台商回来啊，没问题啊，他们都有持核酸检测证明，入境以后关14天。如果是真的有这种漏洞的话，那这个事情可严重。原底入境泰国的隔离期为4月份开始，缩短做7天或者是10天。不过最近因为疫情佫有反口的现象，泰国政府已经宣布，为初一开始，入境的旅客无论是敢有做过疫苗的，隔离期全部拢恢复做14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印度疫情是继续伫咧增加，经济部甲外交部证实讲，已经有20多位留伫印度的台湾人确诊了，也有1个人已经死亡。目前大约有150名台商留伫咧印度，已经协助20多位侨民坐飞机登来到台湾。另外，咱的外交部敢会撤侨呢？外交部经过评估了后，讲决定暂时无要撤侨。有台商认为讲撤侨转机风险会比较较大。印度疫情继续升悬，连续3天的确诊人数拢超过30万人。经济部甲外交部陆续证实，已经20多位滞留伫印度的咱国民众确诊，1名台干过身，目前将有150名台商台干留伫印度。这113家台籍企业里面呢，大概有150个台干还在印度。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撤退计划？那因为他这个疫情的情况，有些台商反映，他说不动还比较安全。他说现在出印度，即使到机场的路上，到机场上飞机本身都很危险，所以如果他是轻症的话，他宁可留在印度。
外交部我们根据驻印度代表处的评估认为，目前还没有要撤侨的必要。台商跟侨民如果有安排包机返国的需求，那外交部跟我们驻印度代表处会全力的提供协助。面对印度疫情一直恶化，初三外交部也紧急开会演议，经过评估目前无撤侨的必要。到初三为止，驻印度代表处已经协助25位侨民转机平安回来。印度驻马台商会长詹小丽指出，撤侨伫印度新德里转机风险高，若要撤侨，更加毋望政府会当互当地医疗援助。撤侨班机只能会安排在我们首都就是新德里这个地方。再就是说，坐班机这一段路，其实飞机上也是感染机会也是相当高。其实出去是可以出去，但是店面的话，现在是因为怕人潮在拥挤状况下，所以它是规定开放超市啊，开放7点到11点可以去购买这样。目前印度各城市管制状况无同，大约10个省宣布封城，也是宵禁限制。未少台商采取自述办公，有台商伫网络提出一张印度塔纳塔卡邦为24天的封城通知，除了大众运输甲服务业停止，食物甲水的供应正常，店家药局也会伫特定的时段开放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要买辉瑞疫苗，会当讲是讲袂成啊。指挥官但是中间表示，差不多是到无法度搁再延续的地步咯。另外，讲到美国所生产的 Moderna 疫苗，因为干扰较少，希望会当依据本地时间来到台湾。那讲到咱国产疫苗，是希望讲伫咧7月底就会当开放互民众来做啊。国内目前只有 AZ 新冠疫苗到货，不过未少人对 AZ 信心无够，也咧期待其他抢牌疫苗。不过，但市中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讲出，台湾买辉瑞 BNT 新冠疫苗，强要是无法度搁继续，正是即马大官手拢无联络咯。即马今年期待其他抢牌疫苗如期到货。辉瑞在目前来讲哈，几乎已经是好像没有办法辉瑞确定没有了，延续了哈。500万，那我们还是要确认这Moderna能够照着原来的时间能够进来，干扰的比较少哈。Moderna 对，因为那个是在美国产的。指挥中心进前表示，莫德纳疫苗会伫这个月到货，国产疫苗有机会伫7月底自调。消息表示，目前国内2间研发新冠肺炎疫苗的厂商，拢顺利完成第2期修案，其中高端的第2期已经做完超过目标3500人，连亚是伫个6人做的速度较慢一寡。有9月中已做完第2期，所以就等双盲测试结果，若确认保护力甲安全性无问题，搁进一申请紧急授权，要拼7月整期。第2期的数据都还没有出来啊，然后我们都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啊。我们其实，每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定或者是试验结果出来，我们都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台湾的疫情不会因为这一波，比如说这一波的冲击暂时消失了，台湾就是绝对安全的。最重要是要自己保护自己啦。自己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把疫苗打了。国内 AZ 疫苗公费自费有58000多人已经做啊，注射率无到20%，目前疫情升悬，感染科医师呼吁高风险族群应做疫苗自我保护。指挥中心是表示，检视自费疫苗有药状况拢袂歹，会协调医疗院所加开门诊，互民众来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5月这段期间，就是要申报你个人的所得税金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财政部也头一届开放使用手机啊报税。若阵有手机啊有网络的朋友，就会当用这来报税。财政部也呼吁讲，资料无太复杂的民众，会当利用手机啊来报税。到今日下晡5点为止，已经有43万户报税报了啊。民众摕几台文件，伫座位区等税务人员叫番号。国税局开放报税头一天，透早都未少民众来排队。每年都第一天，因为早申报早退税啊。有些资料啊，我们要核对跟去年有什么不同，然后就是了解一下，看这中间有就是怕会有什么误差这样子，所以就来申请一些资料。今年财政部头一届开放用手机来报税，而且免限制国税局敢有上班，民众只要输入电信业者手机的号码、户口簿仔，或者是行动身份识别3项经一项，验证了后写基本资料就会当来纳税。不过要注意，手机的门号都要是纳税的人伊本人。未造型的号码，真正的过程当中嘛要甲 WiFi 关掉，用行动数据来联络咯。若是民众申请延期、分期、纳现金的，或者是新增加甲修改配偶、扶养所得，
透毒牙等等，要是要用电脑或者是现场来报税。缴税服务网去做行动电话认证，再输入所谓健保卡号，你就可以完成认证，甚至你就连我们所谓四大超商 kiosk 去所谓列印查询码这个动作都不用做了。如果是税额试算的，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的，你就直接用手机认证、手机报税，不用出门，避免这个群聚感染的风险。实测的话，大概10分钟不到5分钟，可能就完成了。另外，财政部即届嘛，甲基本生活费为原本一个人17万5，改做18万2000块，调悬7000块，嘛推出纾困的措施。若是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地主收入减少，民众无法度伫咧申报的期间做一届纳清，嘛会当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来纳。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若阵有人去到派出所遐作乱，警方是应该甲伊抓起来逮醒，还是甲伊赶走逮醒呢？台北发生乌衫人乱派出所的风波，将警方甲监视器画面救回来。内政部长徐国勇看了后表示，警方处理代志方式确实有问题，一切依法处理，绝对袂暗好。外界也伫咧质疑讲，为虾米警方无用现行犯的身份，甲一个毁害电脑的乌衫人抓起来？前中仑派出所的副所长甘民心表示，无看到电脑去互创歹，才会甲因带先来赶走。台北市松山分局吴依林集团查理警方公布吴依林弄入派出所公害电脑的96秒关键影像。外界质疑为安怎警方无以现行犯逮捕？前中仑派出所副所长严民心早起中会现场说明，案发时伊拄啊困醒，复杂面了着无看到电脑互公害。是屏风挡到的，然后那时候因为刚睡醒，整个状况他嫌犯所做的动作确实是没有看到。就当下我就把他驱离开来了，因为当下事实不明确，所以我只能做当下的处置。伊直看到电脑屏幕落伫涂骹，甘民心问当前却无人表示有看到讲电脑的行为，只好就当下处置先管理。高调派警力警戒，内政部长徐国勇看完影片了后，认为警方处理有真大的欠点，后续将由督察政府单位依法处理，绝对袂暗藏损失。那这个影带看了以后，我是觉得。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些瑕疵，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有责任谁就要负责。我不是要陈局长交出手机，我是善意建议如何才能自清。警政署长陈家基并且要求北市警局长陈家昌交出手机，是善意提醒。目前陈家昌的手机已经交予北检侦办。陈家昌早起到台北市议会报告，强调家己绝对无包庇暗藏案件，移交地检署专案无施压关系。你们相信的都有道理，不相信的也有道理。好，整个案子我们并没有包庇，也没有掩饰，也没有护短。那至于其他这个江湖险恶啦，还有这个上面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原本今年3月，陈家昌到下当戒令退休，不过今年议会提早开议，佮发生经济问题，伊表示会坚守到退休。佮强调家己袂妨监听，针对最近各界对经济风波批评，徐国勇认为无需要讲伤过超过，甲调工抹黑。记者综合报道。负责伫咧收容外籍人士的移民署宜兰收容所，伫4月发生2件事件。一个是穆斯林的收容者伫房间内面做礼拜时阵，却去互带杠警的嫌讲伊伤过吵，就甲伊拍。另外一件是20多名的越南收容者和介护员发生冲突。不过这个代志收容所却是拢无要追究，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也是基层出来逼外界才会知影。想要进出收容所，除了基本防体温的措施，还佫经过层层门禁。负责收容外籍人士的移民署宜兰收容所爆出2件争议事件，引起讨论。其中一件疑似是甲收容人的保外政策变动有关系。来很久了，要出去以后要遣送出国，太久没出去了，而且新来的都让他出去。后面来都没让他出去，因为新来的话有时候20几天、20-30天就出去，旧的已经40-50天他都还没出去，所以他们可能就这样。因为疫情影响，越南航班有限，真侪收容人无法度转去。结果4月1日早起11点外出现闹房情形，所方到介护区沟通，有将近30位收容人为房间冲出来，爆发冲突。和所方拿查事后带头甲动手的5人被hand送。署方人员打开寝室的门的时候，有发生里面受收容人就是要挤出来，要跟署方来沟通、反映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第一时间就为所方人员所拦阻了，而且这个程序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我们的戒护区，都没有离开管制区的铁门。伫这闹房事件前2天日时，佫发生穆斯林甘比亚籍查甫人因为伫内底做礼拜，结果共班越南籍查甫人不满声音伤过吵，上去拍人。针对特定的宗教，我们有单独的一间戒寝，就是可以把特别宗教人如果愿意的话住宿在里面，当事人有的也不愿意进入戒寝里面住的一个状况哈，那这个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将这事后送去病院后，内部提告签和解所收场，暗过短2天之内，就发生2件重大事件，也被外界质疑是毋是所院啊。伊辩诉是澄清，因为疫情影响，受访人的情绪确实较无平稳，会继续关怀。另外，闹房情形已经伫迄一天马上报告检方，后续也配合调查，绝对袂包庇。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宣布抓到一个诈骗集团，姓陈的台湾主嫌利用逃走出来越南移工，造成诈骗机房卡诈骗的电话，佮假做是越南的警察甲人骗。目前尚无有50人去互骗去，所骗到乌心钱大约是新台币上千万。这是台湾甲越南警方合作，目前也甲这10名嫌犯移送法办。警方为诈骗集团机房查出涉案成员，上头前就是主嫌姓陈的女子。刑事局去年接到越南公安情报，有当地民众被假是越南公安的诈骗集团，以电话甲网络实行诈骗，范围地点就伫台湾。台湾警方联手去年底先伫台中市查到这诈骗机房，抓到姓陈主嫌甲杨姓干部，甲7名越南籍逃走移工，佮抄到越南公安这方2套被害者转销的小铺、电脑手机等犯罪证物，佮进一步抓到甲诈骗机房合作姓林系统商，查到现金637800块。台越共同合作，向上溯源有查获到系统商，成功瓦解了首件的越南人担任机手的越南诈欺机房。姓陈主嫌透过姓杨的干部伫越南手续店吸收逃走越南移工了后，利用越南人常常用的网络通讯软体，记录事情通话，佮请越南公安这号处刑被害者3个月有将近50人受害，诈骗金额超过1000万。人员假扮越南公安，要求监管账户，那致使被害人汇款至人头账户，损失惨重。那我们查获到这2套的越南这个公安的制服，那据嫌犯说，这个是来增加他们诈骗的自信心，也让他们可以取信被害者。专案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甲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姓陈主嫌因为捌伫马来西亚参加国际诈骗集团，被判刑1年5个月无到案执行。发布通缉，警方解散归案执行。姓林、姓杨嫌犯交保7名越南移工被检方成案求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个季节是保育类动物石虎的生产期，苗栗县政府顶个月有接到2件通报石虎仔囝救援，其中1只可能是互挂草机伤着不幸来过往。兽医表示讲，可能是人类干扰伤过济，石虎妈妈才唔敢回来找伊的石虎仔囝，才会造成讲这石虎仔囝无妈妈照顾情形。石虎仔囝看着真古锥，毋过看到车份人活来还是真歹。这是4月2日的时阵，伫通宵发现的石虎仔，也那26伫后人的第一线路边，有民众通报发现2只石虎仔，毋过其中1只哪像去互割草机的刀仔掠着，尾手也是救无倒来。也那2只有救倒倒来的石虎仔，是送去南投的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石虎仔虽然目睭也未闭紧，不过等电前有力，声音真响。苗栗县府表示，2个通报石虎仔救援案件，地点拢伫通宵甲后人迄骹兜，这嘛是石虎清早出现的所在。时间会遮晚，是因为最近当是石虎的繁殖期。我们是有把它放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换回母狮虎。可是待2天，母狮虎都没有回来带它。看到这个受伤的状况比较严重，还有另外一个小狮虎，那就是很小，所以我们这2只狮虎呢，也是直接送到特生了。红发现的3只石虎仔，救倒倒来2只，恢复情形袂歹。兽医表示，病人到繁殖期，大只的石虎大部分拢会甲细只石虎斗阵活动。不过，这2个案件拢是石虎母离开了后，甲石虎囝留伫原本的所在，推测可能是受到人为干扰的关系。最主要是人为侵入的它的原来它在
那边抚育幼兽的一个区域，妈妈有机会会来把它带走，这样子效果是最好。但是以往看起来是几率不高啊。卫生中心表示，野生动物要细汉的时阵，需要因妈妈的照顾，人为的介入是最后的选项。这两个案件，石虎仔某拢无转来，为着避免石虎仔囝去互流浪的狗仔，或者是去互车咬着造成伤害，才会来做安置。会等因恢复健康了后，才搁评估野放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印度初二是增加3600多人死亡病例，也已经是连续12天，逐天拢超过30万人确诊。虽然讲疫情遐严重，不过伫咧西边加拉邦的地方机会选举，却是照常来举行。初二开票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由莫迪所带头的印度人民党输给在野党。印度新冠疫情也未有转好的现象，初二过一天新增加3689例死亡，是从疫情爆发以来上济一天。日头增加的确诊者，和医疗体系是记载袂掉，未少患者因为去签着治疗全死亡。上述药仔甲疫苗真欠缺，互确诊者甲死亡人数持续欠悬。虽然当局有伫咧首都新德里搭临时病院，不过因为欠上述，所以无法度甲患者做治疗。另外，伫咧前线医疗人员，就算亲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所以要是加紧加咧，就要继续来治疗患者。And see the agony of other people because I had been through जो situation था。在疫情真严重的情形之下，印度哪像是人间的地界共款，世界各国赶紧提供医疗救援的物资，甲制作上述的机器来甲因斗相共。也若当局是以海陆空等等运输工具，甲上述送去重灾区。不过，伫各界投入资源处理疫情的时阵，西边加拉邦所有民众报告疫情，做伙伫遐庆祝。支持者甲旗仔大声喝休，无咧要以社交距离，伫大路庆祝选赢。印度地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出来啊，在野党草根国大党伫西边加拉邦摕到1/3的席次，拍败总理莫迪所带领的印度人民党。যেহেতু কোভিড ইজ মাই ফার্স্ট প্রায়োরিটি, কোভিডটা বাড়ছে, আমরা কদিন ধরে কাজ করছিলাম এবং কর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莫迪政府无重视变种病毒的威力，积极投入选战。在今年2月份到3月份举办侪大型造势活动，不过过无偌久，印度疫情就全部失去控制。败选的结果嘛，反映出印度的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也若莫迪即马除了爱处理疫情的问题，接落来佫要面对政治的考验。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缅甸的军事政变到达已经3个月过去啊，缅甸有一位受水的国手，号做温泰娥，伊表示讲，伊无意愿来代表军政府参加东京奥运，伊向国际奥会申请要用个人的名义来比赛，不过国际奥会也是该拒绝。另外，翁山书记最近佫互军政府指控6项罪名。今年20岁缅甸游泳选手温泰娥，也是国家队上阵的选手。不过4月初，伊已经决定放弃奥运梦，无代表缅甸去东京，也无会加做缅甸军政会换工具。Until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 is removed from power, I don't see myself competing under the Myanmar flag. 温泰娥表示，伊袂伫缅甸国旗领军之下参加东京奥运开幕式。伊3月才配合国际奥会指控军政府不停，望以独立运动员身份参加，按过被拒绝。国际奥会表示，温泰娥并无被选入缅甸的奥运代表队。温泰娥表示，家己是为着让国际奥会知影，即卖缅甸奥会已经唔是合法的奥会，因破坏奥运价值。伊目前伫澳洲做救生员，逐天看到澳洲的选手一直练习为奥运做准备，按过伊无后悔。缅甸政变实际领导人翁山书记被软禁已经3个月，伊目前被控6项罪名，无法度伫有温书的情形之下甲律师接触。因为缅甸走路就算军政府强势镇压，老百姓无退缩。5月初，伊勇讲伊原因看到群众出门示威。初二路透社这段影片显示，伫勇讲有3名示威者互4个警察带走，其中2个人是便衣。媒体报道，迄一天伫一场示威的行动当中，有7个人被射杀。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自政变以来至少759个示威者死亡。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伫咧初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以用劳动党宣传煽动部副部长的身份，批评南韩政府拒载一寡脱离北韩的人，伫咧南北韩的边境，甲宣传单吊伫鸡柜仔顶头，背向北韩，来正做反对北韩的宣传。北韩也搁来批评美国的拜登政府，讲对因的态度是敌对的，甚至也讲出会做出相对应的措施。由拓跋者组成的自由北韩联合会，顶个月25到29，伫韩国挖回军事区 DMZ 的京畿道、甲江原道2个省份，用气球送反共的传单到北韩。北韩上关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用朝鲜劳动党宣传煽动部副部长的身份，透过官方媒体批评韩国政府虽在拓跋者迫害两韩的关系。 우리는 이미 쓰레기 같은 것들의 망동을 묵인한 남조선 당국의 그릇된 조사가 북남 관계 미칠 후과에 대하여 엄정히 경고한 바 있다. 우리는 남쪽에서 벌어지는 쓰레기들의 준동을 우리 국가에 대한 심각한 도발로 간주하면서 그에 상응한 행동을 검토해 볼 것이다. 也若对美国方面，北韩嘛批评拜登政府对北韩维持敌对政策，以美韩联合军演对北韩起事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昨日接受电视的专访，呼吁北韩以正面的态度看待双方的关系。Our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 is not aimed at hostility, it's aimed at solutions. 韩国政府方面并无任何表示，统一部的官员讲，韩国反对任何造成朝鲜半岛紧张的国家甲行为。韩国中央日报分析统一部的意思，就是甲造成紧张的责任，撒予南北双方以外其他势力对拓跋者团体发传单的行为。文在寅政府改变进前点点准许的态度，照南北关系发展法，命令警察单位严格来调查出地对北韩发传单的团体。 文在寅总统的任期剩10个月左右，北韩阁会安怎出招？美中韩各国如果要安怎应变，拢互朝鲜半岛的局势增加更较侪变数。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 针对着海草大公道议题，行政院中道邀请民进党立委召开行政立法协调汇报。行政院所提出的是要甲工业港做向外海455公尺的方案，会后郭建明表示得到党团同仁的同意。落尾行政院就举行记者会，说明甲一个接收站做对外海去的方案。也针对着海草大公道的部分，发言人罗秉成表示，若准有通过，就是灾难。 民进党立委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中昼去行政院准备参加12点半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主持的行政立法协调汇报，要说明第3天然气接收站甲工业港向外输出去455米的方案。有50个党籍立委参加，20个提出建议。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会议结束了后，甲媒体表达伊支持行政院的方案。院长非常诚恳解释，以及各部会包括黄美花部长解释以后，党团同仁都欣然同意，全党齐心齐力来好好的说明。行政院下晡3点半举行记者会，正式说明甲工业港向外输出去455米的方案。强调这个方案会当甲保护海草大上大化，供电的影响降到上低。工业港会离岸边1.2公里远，对沿岸影响是更较小，而且袂破坏到海草大。外推以后就不用再去浚挖了，好。 那不用浚挖，就不会去影响到水下的这一些礁体。行政院讲，政府展现上大的诚意，嘛付出代价，包括增加150亿的预算。第3天然气接收站供应天然气的时程延后2年半。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讲，这个方案等于是甲对海草大的影响降到0。也若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是讲，公投案若是通过，会是一个灾难。如果公投案通过了，那就是一个灾难。这个灾难就是我们在这里没法盖3阶，连这个机会都没有。那我们整个能源转型、供电稳定会大受影响。环保团体了后嘛，伫行政院门口举行记者会，唔但批评这个方案，嘛讲这是真老错的方案。方案的内容非常的草率，行政院应该要给台湾人民复述的一个选项，而不是只有告诉我们只有外推方案，这个跟我们公投本质是完全不符合的。 伫咱海草大公投小组批评行政院完全无代替的方案，是真无诚意。嘛烦恼遐的海象无好，会影响到安全。经济部表示，这并无牵涉到变动的部分，会继续来施工。呼吁民众伫公投的时阵，都要投无同意票，而且讲这个公投案若是过关，对电力的供应，也有能源转型会有真大的伤害。记
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有加起来趋势，加上国际美国的科技股大跌，台股今仔日是开价走价，落尾是落344点，收伫咧17224点。台积电的股价落超过600块，收伫咧588块。市场价值减少3111亿。联电、联发科、鸿海加大立光的股价同款是受到影响，电子类股指数落2.81%。有分析师表示，讲金融类股较有法度来对抗跌价，另外航运类股指数颠倒是搁较好。台股底线17121点的过线，依然是重要的观察指标。有经济机构预测讲，今年经济成长率应该会超过5%。国发会主委蒋明鑫也预估，因为出口带动，成长率一定会超过4%，也可能会升破5%。不过，企业也是爱面对欠电、欠水，甚至是欠土地问题。经济部表示，5月底保证袂欠水，今年也袂有欠电的问题。即马考验是真热力，全台湾水库脱水率情形是真无乐观，企业面临着5项问题。头起先是无水通好用，这可能会大大影响到今年的营运。经济部答应讲，今年5月份进前企业用水无问题，而且政府已经量早部署侪方法来找水源，互欠水的冲击会当降到上低。业者在协调，也协助他们，比方说移动的净水器啦，开发建筑工地的这个水啦等等。目前的情况还好，我们觉得在6月以前，就5月底之前，应该都不会有问题。另外，今年热天也未到，不过4月份的用电量一直在欠悬，甲去年同期来比，已经加用要10亿度的电。加上今年台商倒来台湾扩展厂区，恐惊今年热天的用电量还会持续创新高。经济部表示，目前备转用量率是170%以上，强调讲供电是无问题。今年欠水又欠电，甚至还有欠土地的问题。经济部表示，拢有相关的协助的措施，也若企业欠高阶人力的部分，国发会表示，即嘛开始放定就业金卡的条件，要来解决欠人才问题。对就业金卡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个办公室了，扩大它的规模。外国的这些人才，的确他们是很有兴趣到台湾来，把这些配套措施做好。那希望他们可以留在台湾。经济部表示，要协助企业解决这5项问题，有投资台湾3大方案，专案有专人来处理，包括快速融资、土地租金优惠等等，协助台商倒来台湾投资。国发会强调讲，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为4%到5%。记者综合报道。中营航空公司企业工会星3召开记者会，表示3月中工会会甲公司进行团体协约的协商程序，要来讨论工时等等的问题。不过，中营航空单方面改变本地工时制度，违反着团体协约法。工会今仔日也要求劳动部要出面来宣布中营违法。不过，针对着工会指控，中营却表示工会伫咧抹黑公司。中营航空公司企业工会伫今年3月12日，甲中营公司展开团体协商程序，讨论工时等等问题。不过，工会指出，中营公司伫3月25日单方面宣布，5月通讯机场地勤的长底班制度要来调整，取消底班的制度。工会讲，机场地勤的特别休假是以点钟落去算，平常时的工时有6点钟底班甲8点钟长班的差别。以3天特别休假来讲，会产生24点钟的特别休假。24点钟若是拢请底班，会使得到4天的休假。但是即马中营甲底班取消，剩长班会只剩3天的休假。这个改变会影响到1000人左右。长荣航空公司不应该也不可以在我们在送出协商的时候呢，就片面的没有经过任何团体协约的讨论之下，就直接变更我们要申请协商的事项。这个劳动部能不能表态说，长荣航空这样子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是违反不当劳动行为的？我们一定要调查结果，它是不是跟你上面所说的是一样？那当然就是违反诚信协商。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工会表示，受疫情影响，公司有经营压力，但是工会是愿意甲公司来讨论因应对策，但是希望公司先把制度改回去。公司应该要先退回到我们原本的长短班的工时制度，然后再就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情况来做讨论。比如说，公司你今天真的觉得有成本上的考量，那你提出成本的数据，那我们再就整个环境的一个状况来做讨论，说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去协调出一个劳资双方都可以承担的那个模式。中营航空公司表示，底班较接出现加班的情形。
固定8点钟的长班是会使互员工较稳定的工作时间，而且对于2018年开始就咧豆豆取消底班的制度，而且过程当中嘛有宣导，工会是伫今年才提出团体协商，主动调整的进度。中营批评工会这是咧抹黑公司。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到体操运动，韵律体操是会当训练囡仔的体格，嘛是国际比赛真受欢迎的一项。伫咧屏东就一个韵律体操基站训练站，这个训练的规定是真严格，课程也真操。不过一个囡仔因是唔惊辛苦，教练嘛用家己的经验，希望互韵律体操这项运动伫台湾打来那事件。规定体操选手排规排，一个一个做出教练要求的动作，标准佮流利。这是屏东县和平国小的韵律体操基站训练站，成立到今已经14档。对一开始教练选手无几个，到即嘛25名选手嘛摕过真侪奖牌。这背后的教练是有金牌实力的韵律体操教练林幸杰，甲伊的学生董小文。我们是民国96年来到和平，然后申请了训练站，然后到现在。对，那当初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太认识这个运动，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啊，然后孩子们也很争气。两位练体操出身的教练，知影选手训练的时阵会面对什么款的考验，为着让囡仔专心训练，所有的选手拢甲头鬃洗甲真整齐。因为毋望伊莫用伤侪时间咧西装打扮，爱用所有的时间来训练。我们的小朋友都有特殊的头发型，对，就是我们就是要求你专心在练习体操上，所以我不希望你多花心思在什么头发，就是指甲油啊什么的，因为这是现阶段小女孩最喜欢的东西。虽然逐工练基本功，究竟拢是真好的课程，下课休假拢着搁训练。不过，这阵体操队员因为因的心中对韵律体操有热情，也是真坚持。面对得要到的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拢专心咧训练，毋望有上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嘉义县是农业大县，除了积极推展发展以外，学校嘛一直咧推动实农教育。过去是各学校家己进行，即马是因为需要一个正式平台，汇总分享各学校的实农教育成果。鹿草国小也因为安尼时，成立嘉义县头一组实农教育的主管中心。教室内底的囡仔当咧算实农教育主题倒啊耍，外口阁有各种无同的实农教材。嘉义县为着配合实农教育的提升，除了有新启用的实农教育中心，未来新农嘛要入来学校内底直接教学生上课。我们会把所谓的生态、跟生产、跟生活融入在一起，然后教导小朋友去如何的去珍惜食物，然后去感恩食物。在这食农教育资源中心还没开始之前，其实在乡下地方，大家都一直希望借由小农一直汇集的，提供不同的资源，然后带动整个我们这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偏远弱势的乡镇。嘉义县实农教育第一阶段以感谢土地、珍惜食物为主题，实农教育资源中心的成立，除了替实农教育升级，嘛要整合资源、举办活动，希望改变一寡家长对农业的看法。人讲啊，袂晓读册去种田，所以就变成说种田好像是最不得已的。可是我们透过这些青农他成功的一些经验他可以带进来给孩子。未来多一些选择，从事农业也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将来。希望讲大家也在投入这个农业，从小扎根来这个食农教育，进而到以后这一代小朋友，可以把我们自己可以发扬一个在地的本土品牌，推广到国际去。嘉义县所在看，山区甲海区的农业发展拢无相像。学校表示，这个资源中心会当分享山区甲海区学校推广食农教育的研究甲成果。县内学生囡仔透过这资料，会当更加了解嘉义县的农业发展甲土地进行。记者林慧平，嘉义报道。立法院进前有成立推广台语汉诗金秋的三有金社，这届也支持由民间团体所举办，公司台语台顶媒体协办的2021蒋渭水台语汉诗金唱赛。第三天，立法院长游锡坤出席比赛的宣传记者会，伊嘛讲到，伫咧30年前推广这个保语的艰难，到当面对台语流失的危机，认为政府就要开始做一寡代志，互保语传承会当继续落去。
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曾格林，金手东条后期诗人李尚温的诗，替台语汉诗金唱比赛宣传记者会起稿。这项比赛是民间发起，立法院甲文化部、教育部分任县政府来补助，包括公视台记台等等的媒体来协办。参加记者会立法院长尤锡坤嘛表达对台语严重流失的感慨，嘛讲到30当前主张解放本土语言初期的一段故事。我1990的时阵，我会记我6月2日，县政府一张公文，互各下学解放本土语言。第二，搁落迄个9月开学的时阵，竟然搁还有人发蛙跳200。打一个囡仔，互跳200，县长的囝。尤锡坤讲到过去推展母语的困境，嘛表示即马台语面临正大的危机，若无搁拍拼，恐惊会愈来愈歹，所以就要开始做一寡代志。伊嘛表示，即摆的比赛开放资格对国中3年啊到高中，上主要是希望参加的学生通使用台语金唱学校内底学到的唐诗宋词。第一部分就是你的家字，所以咱念一遍，吼。第二部分就是你的声韵，第三部分就是你的仪容，哦，服装仪容啦吼，你的仪容啊，甲你的台风。洪世博表示，会针对这几个标准来评分。比赛对5月初3到7月30来受理报名。初赛开放学生录影片，主办单位会先选出30名参加伫婚林3首园的复赛，20名进入10月初2伫公视台记台录影的决赛。10月中伫立法院公布得奖者，奖金上悬20万。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伫咧屏东马家乡有一个排湾部落，也是排湾的发源地之一。不过华语界翻译做法湾，有真侪族人感觉讲，这个词的发音甲排湾的酒发音是真相像，无介理想。最近也正积极，下人希望推动证明，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伫屏东马家乡的排湾部落，近来因为全5道路的启用，愈来愈侪人来遮观光。毋过，要是真侪人用旧的地号名法湾、法湾来称呼因的庄头，有族人就感觉无啥文雅。法湾村很像我们讲的 Vava， 就是酒的意思，意思说我们都是在喝酒。一些地方领袖的人去请愿，那后来也经过政府的同意，然后就证明了，就把改成排湾村。在地头人讲，马家乡的排湾部落过去的华语是翻译做法湾。毋过，那连法湾和排湾语的瓦瓦是瓦音，就是有酒的意思。虽然伫1986年，村民请愿去甲村名正式改转来排湾，毋过真侪文宣广告拢要是用旧的地号名，因安尼有族人搁再推动正名。从即日起呢，就是所有文书的或者是公文的对外的一个宣传，我们通通都改为旧排湾。华人的文化当中，有人会避免讲外音，譬如讲赛车，因为有赛的音，就对华语讲开车。毋过伫原住民的文化当中，敢也会有这款禁忌，这是真值得讨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2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2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8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